Hello，又嚟到三亞啦。呢一個呢就係24樓望出去嘅景色啦。雖然呢一間酒店嘅房價有少少貴，但係其實係好抵㗎，因為佢包咗2大2細水世界同埋水族館嘅門票，同埋好豐富嘅自助早餐。你邊緊俾邊個啊？ check in 當日朝頭早10點已經可以入場玩啦。呢一張圖呢，就係住得比較低樓層，望出去出邊嘅景色係水世界嚟嘅。水世界都幾大㗎，所以建議分開2日玩。其他自費項目譬如探班八鯨明星或者 C show 可以安排喺夜晚或者係下晝嘅時間。有浪啦！準備落手啦！閃閃問點解係咁落雨嘅？成個漂流過程大約係20分鐘左右啦。但係如果咧你太重啦，或者你拉住屋企人啦，3、4個水泡一齊，咁可能就要去到20幾分鐘啦。爸爸咧，除咗幫我哋拍片之外咧，根本就當咗漂流係碰碰車咁樣玩，係咁踢人。撞啊！撞啊！撞啊！沿途咧係會有相機影你㗎，所以咧有時候你可以望下鏡頭笑啦，跟住佢哋咧會俾條手帶你，你就可以去攞翻你自己張相啦。不過咧係要自費嘅。由於太早起身嘅關係呢，佢真係攰到瞓着咗啦。跟住呢，最受歡迎嘅地方呢，就係呢個泡泡 party 啦，小朋友係玩到癲晒㗎。跟住就嚟到海洋帝國呢個嬉水池啦，小朋友勁中意呢度，而且爸爸媽媽仲可以休息一下，因為佢隔離呢有啲沙灘椅，爸爸媽媽就可以坐低休息，同埋佢呢水深非常之淺啊，基本上呢係安全嘅，咁你坐喺沙灘椅都可以望到你嘅小朋友㗎，可以好放心。小朋友喺呢度玩嘅時候呢，爸爸媽媽就可以輪住去玩其他嘅遊戲啦。身高唔夠1米嘅小朋友呢，都可以玩鯊魚穿越㗎，不過閃閃就話唔刺激。中意刺激嘅朋友呢，就可以玩呢條上滑梯海神之約啦，同埋大喇叭，仲有一個過山車。去片！哇，好高啊呢度，捉住啦！旋風大喇叭呢，就係4個人玩嘅，仲有一個叫做蟹浪騎士呢，就係2個人玩嘅，玩法都係同大喇叭差唔多，不過呢就會細少少，但係離心力係依然冇減少到㗎。至於陸海過山車呢，佢有少少速度感，但係呢就冇乜離心力啦，所以就唔係太驚嘅。大家唔使俾佢啲叫聲嚇親啊，其實一啲都唔恐怖㗎，我係全程喺度大笑嘅。其實呢一間酒店都真係好抵住㗎，最主要呢都係因為佢水世界啦，衞生非常乾淨，設施亦都好新，小朋友玩得好開心啦，同埋呢帶小朋友嘅家長係好方便啦。喺酒店樓下行出去就係水世界啦。唔淨止小朋友啦，見到爸爸都玩得好開心啦。咁水世界去到夜晚嘅時候呢，仲有一個粉紅 show， 佢會裝飾咗成個水上樂園去俾你影相打卡，仲有無人機同埋煙花表演。喺水族館入邊呢，已經可以見到八鯨明星㗎啦，見到佢吹波波好得意啊！
不過如果你想近距離接觸白鯨嘅話呢，可以選擇自費嘅呢個項目去探班白鯨明星，人均大約係800零蚊啦，110蚊美金左右。但係相同埋 video 呢，就要另外俾錢去買啦。入去嘅時候呢，係唔俾帶呢個電話自己影相嘅。入住期間係可以無限次出入失落的空間水族館。水族館入邊有超過280種嘅海洋生物，而且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，譬如頭先嘅探班白鯨明星啦，仲可以租水晶船餵鯊魚同魔鬼魚啦，甚至你可以潛落去近距離咁樣觀察啲魚㗎。酒店呢，每日都會有美人魚表演，除咗喺水族館入邊可以睇到之外呢，喺酒店嘅大堂都可以睇到嘅。差唔多開 show 嘅時候呢，就會企滿晒人㗎啦，所以呢，就要早少少去。水族館入邊最開心呢，就係見到海龜啦，不過我哋眼見呢，暫時只係得一隻。成個場得一隻，好大隻呢隻，好大隻，好得意啊！依你坐落去真係浮起你可以。咁都講得出。玩完水世界，睇完水族館啊，仲有咩玩呢？仲有一個 Sea Show 劇場啊！玩咗成日已經好攰啦，我就冇乜認真睇。不過阿女就睇得好投入啦，佢仲講返成個故事俾我聽添。佢就話呢，王子呢最尾就救咗公主啦。不過我就唔知佢係唔係講真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己去睇下。林姐海鮮我哋食過幾次㗎啦，去到自己揀海鮮，然之後佢幫你加工，價錢公道，而且好好味㗎。嗲嗲椰子雞都唔錯，味道清甜。其實呢，酒店門口係有美團外賣櫃㗎。如果唔想出去食飯嘅朋友呢，係可以喺手機美團落單送到嚟門口㗎。不過呢，就要行一段路仔自己出去拎啦。成個旅程都好豐富，喺酒店住一晚已經可以玩足2日啦。如果唔想行程咁趕嘅朋友，其實可以住2晚。其實仲有好多嘅活動未介紹到，譬如喺沙灘騎馬啦，因為阿女驚，所以我哋呢就冇參加到。希望下一次玩完可以再介紹俾大家啦。拜拜。